陽光輕柔地透過窗戶灑在書桌上，郁郁安靜地坐在椅子上，翻開那本印着彩色圖案的兒童故事大全，眼中滿是期待。郁郁自嫩的手指點在揠苗助長的故事上，好奇地問道：點解要揠苗啊？那純真的模樣讓人忍俊不禁。媽媽站在一旁，嘴角上揚露出溫柔的笑容，耐心地解釋：這個啊，是因為他的眼神裏滿是疼愛。郁郁微微皺眉，眼神裏帶着一絲迷惘，似乎還沒完全理解媽媽的話。突然，樹葉閃爍起刺眼的光芒，光芒迅速將郁郁包裹，眨眼間就把它吸進了書中。一場奇幻之旅就此開啟。燦爛的陽光傾灑在翠綠的稻田上，宛如金色的紗幔。隨風搖曳的秧苗似綠色的波浪。郁郁靜靜地站在田埂之上，不遠處一位農夫眉頭緊鎖，眼神中滿是焦慮，死死地盯着田裏的秧苗，仿佛那是他全部的希望。郁郁滿臉好奇，腳步輕快得如同跳動的音符，朝着農夫奔去。農夫滿臉愁容，無奈地嘆息：點解啲苗唔快啲大呢？那聲音裏滿是對秧苗生長緩慢的焦急。郁郁一臉關切，輕聲詢問：伯伯，你做乜咁唔開心啊？那稚嫩的聲音仿佛帶着溫暖的力量，夕陽如血，如揮灑在廣袤的田野上，勾勒出一幅金黃的畫卷。一位農夫貓着腰，雙手如疾風般快速地拔着秧苗，仿佛在與時間賽跑。郁郁路過，看到這一幕，眼睛瞪得如同銅鈴，滿臉的驚訝寫在臉上，急忙喊道：伯伯，你做乜啊？農夫直起腰，滿不在乎地回應：幫緊啲苗長大啊！那自信的模樣，仿佛掌握了讓秧苗快速生長的秘訣。郁郁皺着眉頭，認真地勸導：伯伯，種田要慢慢來，唔可以咁心急嘅。那誠懇的語氣，仿佛在訴說着種田的真諦。第二天，原本生機勃勃的秧苗都耷拉着腦袋，一片枯黃。農夫站在田邊，捶胸頓足，懊悔的淚水在眼眶中打轉。郁郁合上書，腳步帶着沉思，緩緩走進房間，仿佛帶着書中的智慧踏入新的天地。陽光灑在窗前的郁郁身上，他眼神堅定，思索後的明悟如光芒般綻放。郁郁走到桌前，拿起畫筆，開始在畫紙上勾勒，仿佛要將心中的感悟繪成永恆。郁郁明白了揠苗助長的道理，也明白了做事情不能急於求成，要遵循自然規律。